在吐鲁番，有一种带着魔力的民族音乐，让人百听不厌。它时而苍劲深沉，时而流畅欢快。它就是听一次就会爱上的12木卡姆。乌迈尔·尼亚兹，达朗坎乡木卡姆艺术团的创始人。眼前这些厚厚的笔记本被乌迈尔视为珍宝。从小对民歌感兴趣的乌迈尔，2001年开始正式学习木卡姆。没有谱，我们一个星期学一篇的，黑板上他写给以后，我们先开始我们的记好，他唱一句，我们唱一句，1年、2年、3年，就这样子。这个片段嘛，歌词换掉以后，有一个难度，这难度在哪呢？这样的就一想，不同于一般歌曲，木卡姆的节奏、曲子、歌词极其复杂。乌迈尔在学习之初，仅凭着老艺人的口传面授，传承并不容易。刚刚就是停下来学的，没有具体的这个歌词，所以就是我们流行木卡姆发展的不快。明天我们想安排了一个活动，今天大家我们排个练，唱2首歌。凭借着对木卡姆的热爱，作为达朗坎乡文化站站长，2007年，乌迈尔在达朗坎乡开办了一个木卡姆艺术培训班。幸运的是，艺术班很快就有了县文化馆统一提供的录音带和歌词，学习也变得生动起来。学娃娃以后，冬天嘛，放假时间，爱这个木卡姆的人来可以学习，还有30多个人。2007年，在乡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，乌迈尔组建了达朗坎乡木卡姆艺术团。每一个乡镇有文化站，每一个村有活动室，这些活动场所、学的场所有了，有好多安排了培训班，安排活动、比赛呀、下乡。如今，退休后的乌迈尔又有了新的目标和方向。我们的党政府给我们做的农村的好多好样的变化，人们生活上的一个好多方面，民间的好多歌词也有，那个我们盖起来就是现在的这个合适的一个方法，就是这样唱出来。20大开完以后，我们做起来最少1个2个节目，还有一个嘛是我们这个爱的方面，爱祖国，爱党。用木卡姆讲述身边的故事，乌迈尔用自己的所学和热情，赋予了这门古老艺术新的生命。如今，相比老一辈木卡姆艺人，民间艺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乌迈尔每个月还可以领取到1笔补贴，这是他引以为豪的一笔收入。可在乌迈尔的心里，比金钱更重要的是12木卡姆在今天依旧能够被大家重视和喜爱。当音乐响起的那一刻，木卡姆就如同流淌在身体中的血液，跳动、沸腾，不可或缺。这是乌迈尔一生中的挚爱。我们活一天就是学一天，唱一天，这是我们的爱好。我能力有多少个人培养出来，就是可以培养出来。